韩国我达赖喇嘛人是没几千的这斯里马普王是谁？马普王阿姆拉呀，让个部的每天门扎西都是，人家吃饭的门扎西都是，这配熊干的这人是啥子吃要么的，俺当然敌人达赖喇嘛人是热心的，那是熊儿子。我那是。人别个毛泽东的，俺知道的，哈朗巴拉的不会说去，我想不下去了。我们说的呢，我做些，俺那皮老呀了，乌族军呢，就我这样的这个人的，多的呢。俺们那个老呀，真的那么的，到乌族军呢，真的穷么的，像我这士林北，这个修新马的，士林北个一个加个长角对不对？什么都是新马的，人家乌族军真的是用不动。士林北个的，俺北京这边可是来谈懂不懂？当时我会讲一点点这个西林话，但是我这个西林话到了北京以后，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，没有办法沟通。真的，俺北京里啊。那边根本前应该加个那边，所以我到54年、55年到北京的时候啊，我开始学汉语。我给北京人当我住时代的人，学不到中安来的，毛泽东上俺加个到的这个月。我在北京住了5到6个月，学了汉语以后，后来我见到毛泽东跟周恩来的时候，我还讲一点点中文。中央来俺对了下大说，就是这也有新的话事。当时周恩来还非常的这个赞扬我，说你的中文讲得非常好。他说不是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，那这个是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头衔。刘少奇也不的人，当时的刘少奇是我的这个上司，对。长官，但是呢，可是全国人民，可是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啥了？可是孙中山还是宋庆龄，宋庆龄还是几个人，可是几个人，国家人都这个，宋庆龄总是来干准的是这个，然后好许多。宋庆龄他也是人大副委员长，我们是这个同一个这个官位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座位在一起。他还有时候跟我讲广东话，所以我根本听不懂。人家也是开始呢，从这有人我的说成，你可能包个人呢，记这个，哎呀，看都记这个。我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共同的爱好，就是说这个会开得非常长，时间非常长，很严烦的时候，他从那个包包里面取出一个糖果给我。说的，俺是士林北看了。山的养不的，在那见面看了山，在那家高看了山是，俺这说的2个小时的。我是家长空的，这个意思，我看这路面是，那都没提出来呢，没得着，这是吧？是吧？可是我也买不下多啊，假如我搞不得，那说让这意思帮我是在了。那时候让就讲钱的，我们其实几个人在呢，那时候搞不什么的，那个不一样的，对呀。